美国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提供台湾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法案后礼拜三参议院表决，并年底总统签署生效。伊朗政府镇压头前示威，处死一个参加抗议的民众，而且伊朗的总统阁讲，示威者是暴民，政府绝对袂容忍。美国甲罗西亚交换犯人，用军火伤害金牌运动员。美国强调讲，无甲罗西亚私下交易，对乌克兰的承诺袂改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头起先来关心咱的国防能力。美国的众议院暂时通过明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当中甲咱较有关系，就是军事援助部分。在众议院通过的内容当中，是包含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金，等于是3000亿台币的军事援助。这条钱会当互咱增加什么武器，安怎规划也无定案。要若是武器超过这个金额，美国是答应讲提供上济20亿美金的贷款予咱。另外，法案当中讲要甲台湾列做非北约的主要盟国，会当优先摕到超额的防卫物资。众议嘛呼吁美国政府和台湾参加明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美国国防部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就讲，中国即阵是当美接力发展军力。美国的目标是要确保中国无法度轻巧甲台湾讲落来。这项法案后礼拜就送去参议院最后表决，若是通过，由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生效。那伫咧年底进程会当通过，明年真有可能就会当算是这5年当中的头1年，开始增加咱的军力。台海情势紧张，美方唔若真重视，搁加卡挺台湾。美国众议院以350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提供台湾5年100亿美金的军事援助，要求国务院甲国防部优先加速处理台湾军购请求。法案一定后礼拜交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后，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就有效。We have gotten resources for them to operate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help us both in the counterterrorism fight and global power struggle with some of our competitors. 国防部表达诚挚的感谢，那么相信此举也会有助于国军建军备战，确保印太区域的自由开放与和平稳定。国防部初9发布中共派4架强舰24台强机交代，若穿过海峡中线，嘛飞过台湾西北甲东南空域，海军战机紧急升空应处。美国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无认为中共2027年也是短期间内会还台，不过美方会强化区域核阻力，确保中共侵台会付出真大的代价。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指出，一旦台海有代志，恐将引起严重的后果。Our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at is never easy for them to do rapidly or cost-free. What happens in the Taiwan Straits is not somehow isolated there. If there were a challenge, it would have terrible consequences. 针对法案100亿美金军援的学者分析，除了应验中共威胁，也当参考俄乌战争形势，踏入台海作战。以这个退役舰优先提供给台湾的话，那或许也可能会是在这个项目里面，因为它就主要是现成的，在这个我们提出，然后1-2年内也许就立刻可以交货。例如说，可能美方的这个已经这个退役，但是它仍然堪用的装备，这个或者是那个弹药等等，那甚至可能包括就是也许使用这个美国的这个关键零件，但是在台湾这个恢复生产线的部分。考虑时间紧迫，各会当快速得到符合国军需要的武器装备。学者认为，会当采购新盾舰刺针飞弹、多管火箭这的武器弹药，南方原来会当就台海情势的危险，加美方积极争取 AGM-158飞弹，强化空军精准打击的能力。国防部长邱国正进前表示，台美会讨论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更新闻。为着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首相在年尾向时提出2027年开始，要用加扣税方式准备国防费用。不过，执政党自民党内是出现反对的声音。经济产业大臣就认为讲会影响到经济。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明年国防授权法明确规定，驻南韩的美军数量维持在28500人。美国嘛答应会全力甲南韩斗3天，压制北韩威胁。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公共医疗系统医护薪水低引起罢工，在野党工党答应斗超车，为医护人员争取更较悬的薪水，避免人才走了了。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保障同性婚姻。
除了民主党全体议员赞成，有39个共和党的议员嘛等同意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司法部质疑 Trump 无甲私人徛家的白宫文件中交出来，要求法官判 Trump 团队藐视法庭，风声拜五就举行听证会。伊朗的头巾示威已经3个月啊，政府镇压手段是真粗残，有侪民众是去互掠走死亡。伫咧伊朗是有一款警察号做道德警察，主要的工课就是查服装无合规定的女性。这波示威的起因，就是有一个查某囡仔互道德警察掠走了后死亡。顶礼拜，伊朗的司法部是向宣布讲废除道德警察，互外界认为讲敢是政府要让步啊。不过，当地示威者就讲，这根本就无可能。废除道德警察只是政府创造的一个假象。昨个一战死刑处决，搁较互人感讲，民众讲的根本就无毋对，因为昨伊朗政府是处死一个参加示威的民众。而且，伊朗的总统伫咧大学演讲的时阵，佮讲示威者是暴民，政府绝对袂落软。伊朗司法部官方网站公开23岁示威民众谢卡里的定性过程，证明向法官讲，谢卡里甲共判伫9月25查某去围堵行路也代志进行，检方定数伊2大犯刑，分别是公开摕武器杀人，佮用武器攻击民兵组织成员。法官伫11月7日依照伊斯兰律法判处谢卡里死刑，谢卡里提出上诉，不过最高法院最后维持原判。司法部伫7月宣布，谢卡里已经执行假刑。伊朗法师通讯社也报上，谢卡里认罪为民，伊面有明显的乌青痕迹，互人怀疑是遭到刑求。伊朗人权团体指控谢卡里伫审讯的过程当中，无法度甲律师联络，伊的亲人也无事先接到谢卡里特别被处决的通报。伊朗26岁女性艾米尼因为无挂好头巾，互道德警察逮捕了后身亡。全国各地为学校到街路160个都市爆发示威，已经连续将近3个月。政府以镇压暴动为理由动员民兵组织逮捕示威的民众。到目前，互伊朗法院判死的示威者有11人。人权团体谴责伊朗政府故意就此协助示威的群众。司法部检察总长蔡世哲表示，会废除道德警察，互人解读是转去外界批评下因缘让步做一番。因确定是伊朗政府将来无放弃强力镇压示威活动。总统莱西切切伫德黑兰大学演讲的时阵，佮高调批评伊朗袂亲像美国甲西方国家共款向暴民妥协。صدای واقعی دانشجوی ما صدای ضد استکباری است، ضد امریکایی است. 伊朗处决示威群众的消息开始引起国际效应，当谴责伊朗违反人道原则，要求停止执行其他示威者的死刑。BBC 分析，伊朗就司法镇压示威的举动是两面刃，协助效果有限，累积民怨恐见引爆更加大规模的示威潮。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来看另外一个极端暴力的政权塔利班。塔利班伫咧阿富汗重新掌权了后，拄开始是讲袂阁高压统治，不过这1年外人权是一直咧行倒退。塔利班昨日是公开处决一个杀人犯，执行枪决的是受害者的老爸。受害家属是强调讲绝对袂原谅凶手，这嘛代表讲阿富汗一命兴一命的观念，有关是伫咧多数的百姓当中心目中定根。除了死刑，塔利班的处罚嘛恢复过去粗残的方式，亲像是鞭刑，而且政府佫会号召百姓去看处罚的过程，会用你讲是完全无人权。公开处决的残酷手段，搁在伫阿富汗出现。塔利班七号证实，已经伫西部法拉省一座体育场处死一个男性谋杀犯。这名枪决的是受害者老爸，现场了几200名民众，加10多位高阶官员伫看。这是塔利班夺权1年外了后头一摆公开处决。行刑进前，因特别来公布这个引动，内容是受害者老母强调绝对袂宽恕。等政府也发公告，号召全民参与体育活动。过1天了后，另外一个所在也来执行公开鞭刑。و امروز در ولایت پروان شما هم شاهد بودید که تقریبا 27 نفر از زن و مرد که 17 نفر مرد بودن و 10 تا زن بودن که بالاشان تعزیرات جاری شده بنابر جرم‌های مختلف。塔利班上台了，表示袂实施高压统治，不过过去1年外显示，因所讲的早已经跳票。
除了北大女性的自由甲受教权，前几礼拜，塔利班西部法院也宣布恢复公开鞭刑，公开来记断骹骨手骨，也有执行这残酷刑罚。This indicates to us that the Taliban seek a return to their regressive and abusive practices of the 1990s. It was an affront to the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of all Afghans. 除了美国严厉来批判，联合国也要求塔利班马上停止执行，并且废除死刑，也有面对外界谴责，塔利班这阵并无任何回应。公视新闻齐婉玲报道。美国甲罗西亚因为乌克兰战争关系真紧张，不过当两国是交换犯人。美国用一个罗西亚的军火商布特交换美国的奥运金牌拿球员格林纳。用国际通缉犯换运动员是济人无法度理解。不过其实美国本来是想要交一个换两个转来，不过罗西亚无同意，佮威胁要准拄煞，美国只好答应。两国的这项活动，互人质疑讲感受私底下的交易，敢会影响到目前乌克兰的战况。美国是强调讲，对乌克兰的承诺未改变。Do you know where to head into? No. No? No. You fly back home. 美国女子职业篮球明星格林纳坐私人的飞机，总算得到自由，面上显出笑容。两边为美国得到奥运金牌格林纳，今年2月因为早含有大麻油成分的电子烟，伫莫斯科机场被人逮捕。因为拄好是俄乌开战的时阵，时机敏感，8月去俄罗斯判刑9年。美国经过几个月谈判，总算达成换犯人的协议。She's safe. She's on a plane. She's on her way home. After months of being unjustly detained in Russia, held under intolerable circumstances, Brittany will soon be back in the arms of her loved ones, and she should have been there all along. The BG and I will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work of getting every American home, including Paul, whose family is in our hearts today. 拜登嘛感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协助促成格林纳被释放。按过原本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以一人换两人的方式，也就是除了格林纳以外，也有互人控告间谍罪名的美国将陆战队员惠兰来交换俄罗斯军火商布特。按过俄罗斯唔答应。国务卿布林肯是讲，这互美国面临选择，是换一个还是一个都无。也是被释放的军火商布特，伫母囝甲母亲的迎接下到莫斯科。Ну, посреди ночи просто подняли, сказали, собирайся, и все. Какой особо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 было. Но вы не знали даже, куда вас везут, вам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ли? Понятно было, что как бы ситуация как складывалась, так что. 名声正歹的布特，向各地带兵的甲罗马国家卖军火，是全球头号通缉犯之一。2005年，电影《军火之王》就是以伊的生平所改成的。2008年，伊伫泰国曼谷，互人逮捕的时阵，2年后引渡去美国，因为秘密计划支持恐怖分子加杀害美国人的罪名，互人关押12年。美国换犯人了后，美国也强调。美国甲俄罗斯中间无任何暗盘交易，美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也未有任何的改变。公视新闻田伟仁编译。乌克兰除了摒视党罗西亚的轰炸，伊嘛拼命要保护珍贵的历史文物。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国家档案历史中心是惊珍贵的历史文物去互崩坏了，当咧甲物件送去较安全的所在。欧洲国家就提供防水甲防火保存地亚甲保险箱，要做伙保护历史档案。伫乌克兰西部大城利维夫的这个国家历史档案中心，一行入去内面，就感觉若像转去几啊百年前的册房。无毋对，保存伫遮的拢是非常珍贵、古早时代的档案甲文件。有18世纪，伫当时的奥匈帝国一个修道院发现的壁画，甚至是12世纪的时写伫树皮顶头的照句，拢是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但是即摆因为定定会拄到罗西亚的空袭，阁有熊熊停电的影响，工作人员必须要想办法，用其他的方法来保存这些文件，才会当避免文件受到损伤。Працюється складно, але це наш обов'язок зберегти те, що нам передали наші попередники.
які пережили дві світові війни. 虽然拄到真大的困难，好佳在真侪欧洲国家拢有斗相共，提供专业的工具甲设备互因。亲像波兰，战争爆发了后第2天，就随送真侪这种会当防水嘛防火的保存袋仔过来，互这个乌克兰档案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当赶紧甲一寡文件甲档案收入去袋仔内面，再搁搬去较安全的所在放。另外，瑞士嘛送因11个，每一个拢有600公斤重，非常坚固的保险箱。 Вони вогнетривкі, витримують до 120 хвилин горіння. Далеко не в кожному банку такі сейфи є. Ми сюди привезли все перенесли все найцінніше, що у нас є, наші пергаментні грамоти, які тут зберігаються у безпеці. 一般的历史文物保存的中心，主要的工课拢是甲一寡文件尽量修复到甲古早时代原来的模样同款。但是即马伫战争的威胁之下，因工作的重点变作是爱甲这文件扫描了后，保存伫网络顶头。虽然这是真费工、阁真费时间的工课，但是一定爱安尼做，因为万一原本的档案若去互炮火伤着，才会当至少甲扫描的版本保留落来。记者甘延恩编译。 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不只是因2个问题是牵连着全世界，上界明显的就是能源的价销。欧洲因为能源的价销起，电钱甲水钱逐项拢对得起，不过官人阁袂当无烧气，电钱是立甲走袂离。有民众是规气走去较温暖的国家大一站啊，转换一个心情，阁毋免去互电钱压甲袂喘气。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10个月啊，除了伫乌克兰造成严重的人道危机，俄罗斯为了反击欧盟国家经济制裁，大幅度来削减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造成欧洲国家出现能源危机。燃料的价销起伏真惊人。今年冬天对着纬度较悬的欧洲国家民众来讲是特别歹过。I was paying £100 for my electric and my gas a month, and now I'm paying £220. So it's gone up over £120 a month. It is for both of them,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we're going to get any more increases. Like in April next year, it could go up again. 这波能源危机意外出现，南下气候寒的观光情形，为咗民众甘愿到南欧国家去待较久的，享受温暖的日头，也过伫厝内来付真悬的电费。 Si vous faites un rapide calcul, if you do the math quickly, I won't have to pay about €2,470 because I'm in the Canaries. The sun heats us, and that's free. C'est le soleil qui nous chauffe, il est gratuit. 来自比利时的结盟，走到西班牙的迪莱里费岛来度假。这一年四季气温拢伫22度左右。撇开那天吹着微风，甲天气真寒、电费真悬的比利时来相比，这根本是天堂。而根据总署收查 Engine Home to Go 的数字来显示，英国、德国、荷兰这国家的民众对西班牙冬天休大的收顺量比去年增加36%。旅游业者表示，就是欧洲人伫冬天想要离开寒冷的天气，今年更加增加会使省下大笔暖气费用的诱因，对当地的观光业是一大好消息。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纽约时报》的员工为了争取加薪水，是有10外个员工罢工24点钟。曼哈顿中城总部大楼的新闻编辑室空拢无人。这段时间，《纽约时报》是靠国际员工、佮有工会以外员工眼睛提供新闻。纽约新闻工会甲资方的长时间谈判，初一暗时停落来双方伫调整幅度、稳固上班政策甲绩效评估系统这问题有无共款的看法。加上原本的工作合约早伫2021年3月就过期，工会就决定为七月透早开始进行24小时的罢工示威。所有新闻路线记者编辑摄影美编，也因平台工作人员全部伫曼哈顿中城总部大楼广场也表示发口呼。专门报道公民权利反种族歧视等议题，2019年得到普利兹评论奖的调查记者汉娜·琼斯也参加这场纽时员工40年来第一场大罢工。伊个出来发言指出，引电《纽约时报》安尼所在也透露，无论是什么职位的员工，拢不应该为生活烦恼。We are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because workers are the heart of the New York Times. We are here because we know the New York Times is nothing without its guild. And every last one of us deserves to earn a livable wage and to receive the benefits that we deserve.
纽市市透过声明表示，协商还未有结果，工会利用这类激烈行为，让人真失望。为上新的财报来看，纽市的订货数量增加，2022年迄年有高落伫的3亿2千万美金甲3亿3千万美金之间。工会提出新合约10%的调整幅度，外加2023甲2024年5.5%的调整的幅度，资方新约只愿意提供5.5%的调整幅度，未来2年的调幅是3%。The company has money. It's more profitable than it's been in a really long time. We've been here through layoffs, and the company is doing very well now on our work, and the raises they are offering us in the contract are very low, far below inflation, and especially for some of the lower paid employees in the company, it's just not very much to live on in New York City. 另外，24小时罢工期间的新闻版面，加拿大国际家会工会员工向全球超过900万订户提供新闻内容，一直到罢工结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